各位同學，歡迎入到呢間學府。我並唔係呢度嘅校長，我同大家一樣，都係呢度學生。每個人一出世都係呢度上堂，讀嘅只有一科。呢一科會有無數次嘅考試，而今次呢份卷可能係歷年嚟最難答。第一條題目就算盡咗力，都係未知點答。諗住答下一題先咩？點知係承上題，之後嘅每一條都唔係容易，冇得選擇嘅選擇題，點都計唔通嘅數，分析唔到嘅困局，再聰明、再勤力嘅同學都會苦無答案。呢一科就係人生，因為人生就係學苦。你會學識呢個世界，唔會所有嘅路都係易行，唔會所有嘅門都係會開。等價嘅付出唔一定有等價嘅交換，但你都會學識，只要盡過力，唔一定需要考第一。或者等緊我哋嘅未必係一個最滿意嘅答案，但係一定會係一個更加好嘅自己。